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1月1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0篇第6节到第17节，以赛亚书第48章第12节到21节，马太福音第9章14节到1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为何禁食。以前有一套儿童教育非常受欢迎的书籍，书名叫做《10万个为什么》。想当然了，这是为了让这些父母呢，他们有书可以来解答好奇小朋友们的提问。可是很早以前，传统的长辈总是对着小孩子，他们很喜欢发问的时候，就会说囡仔人有耳无嘴，小孩子有耳朵但是没有嘴巴。这是一种压抑式的教育方式，因为早期家长们总是认为最乖的小孩子就是那种安静不要出声音那一种最好。但是像这样的一种方式根本就不是在教育，也不是在让他们学习。因为其实小孩子就是透过提问，然后在这个过程问答的当中来学习他们所不懂的一些东西。透过提问，他们能够得到回应，并且得以学习新的事物。基督徒能不能提问？有人会说，怎么可以有问题呢？那就是信心不足啊，要单纯的相信。这种论点也是非常不正确的。我们透过提问，透过思考，透过得到的回答，我们都在学习。牧师一向喜欢鼓励兄弟姐妹对于信仰的问题要提出疑问来，可以让牧师让提问者自己能够去思考问题所要带给我们的功课。今天我们要问，为什么要禁食？或者我们应该要问，禁食的功能是什么？或者问，一定要禁食吗？这个问题就如同初代教会保罗他第一次传福音的旅程之后，他所带回来到耶路撒冷给这个使徒传统的一大挑战，一定要行割礼吗？外邦的基督徒需要接受犹太的割礼吗？因为这样的刺激也让初代教会非常严肃的去思考面对割礼的意义。禁食是早期犹太教的传统礼仪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是也很可能如同祷告一样，献祭一样，都变成了上帝所不喜欢的礼仪了。因为只剩下礼仪的形式，却没有敬拜上帝的诚心实意了。我们必须透过提问禁食的意义，才能达到禁食的果效。因为呢，有人为了禁食而禁食，却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意义。有人竟然是透过禁食来比赛瘦身，不但是搞错方向，也失去了敬虔的心智。有人因为禁食而伤了身体，甚至有人因此而丧失生命。简单的说，
进不进食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敬虔的心来敬拜上帝。耶稣基督回答施洗约翰的门徒有关于禁食的问题的时候，他这样子说，在圣经的记载，有一次施洗约翰的门徒来问耶稣，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徒却不禁食，为什么呢？耶稣回答，新郎还在婚宴的时候，贺喜的客人会悲伤吗？当然不会。可是日子将到，新郎要从他们当中被带走，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了。没有人拿新布去补旧衣服，因为新的补丁会去扯破那旧衣服，使裂痕更大。也没有人拿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这样做的话，皮袋就会胀破，酒就会漏掉，连皮带也有损坏了。要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那么两样就都保全了。犹太教法利赛人以及施洗约翰的门徒们，他们常常禁食。这是我们前面谈到的禁食与否，是否常常禁食并不是重点，也不能用这样子来界定人是否敬虔。耶稣基督回答得非常清楚，如果在新郎的婚宴的时候适合禁食吗？所以我们知道时机非常重要，态度非常重要。耶稣基督随后又提到了新布与旧衣，新酒与旧皮带这样的比喻，基本上就是要让基督徒有新的思维、新的价值观，因为禁食是为了敬虔的敬拜上帝，而不是为了外表的宗教行为而已。以赛亚先知这样说，雅各啊，听我说吧，我所呼求的以色列啊，听吧，我是上帝，是开始，是终结，我是唯一的上帝，我亲手立了地的根基，我用右手张开了天幕，我召集天和地，天和地就立刻站在我面前，你们都集合来听我讲话，是我对他没有任何神明会预言，我所选立的人要攻击巴比伦，他要照我的旨意做事，是我对他说话，呼召他，我带他出来，使他兴盛，到我面前来听我说话。我一开始就公开对你们说，而且使我的话句句实现。现在至高的上主已经给我力量，差遣了我。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是昔在、今在、将来也都永远存在的上帝。他是起初，也是末了，他保守也看顾我们。因此我们必须以新的思维，符合现代的角度去思考上帝，并且用敬虔的态度来敬拜他。禁食是为了要以敬虔的心来敬拜上帝。如果我们的态度对了，那么禁食就有了意义。如果我们因为传统上认为需要禁食而禁食，那么禁食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上帝是否会悦纳
也值得怀疑了。诗篇40篇第6节到17节，你不要生祭和供物，你不要烧化祭和赎罪祭，你却要赐给我聆听的耳朵。所以我回答说，我在这里。你对我的指示都记在法律书上。我的上帝啊，我多么乐意遵行你的旨意。我把你的教训谨记在心里。上主啊，在你的子民的聚会中，我宣扬你拯救的佳音。你知道我要不断的宣扬，我不曾把你拯救的信息据为己有，却常常宣讲你信实和帮助。在你的子民的盛大聚会中，我没有隐蔽你的慈爱和信实。上帝啊，我知道你永不收回你对我的慈爱，你的信实和你不变的爱始终支持我。我被数不清的灾难围困着，我的罪过追上了我，叫我抬不起头来。罪过比我的头发还要多，我已经丧尽了勇气。上主啊，求你救我，求你快来帮助我。愿要杀我的人失败狼狈，愿对我幸灾乐祸的人失望蒙羞，愿嘲笑我的人都惊惶败退，愿所有的人到你面前的人都欢欣快乐，愿所有爱慕你拯救的人不断地说，上主多么伟大，我软弱无助。但主啊，你却仍然顾念我，你是我的帮助，我的拯救者，我的上帝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恳求上帝帮助我们以诚心实意的生命态度来敬拜你，让我们的敬拜是出于诚心，而不是流于形式。让我们有这个态度跟主建立亲密而正确的关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